你那嘛有历史遗产，你咋不？老爷嘛还你个就业点嘛不多，你话的啥的呢？苦那么别个，水那么别个，红那么别个，一年晒穿了，别是下头瓜不打了。你话的啥的呢？阿里别苦点了。为啥米也是在外面，每天下来瓜边来吃瓜去，米别去瓜对着瓜，妈咪家头瓜，我苦的瓜，他嘞为啥白去？他嘞白做嘛，生的他嘞米啊可面子了。之前的乌山的家里可住他的马娃子，他的米比客瓜面子是呢，韩国阿啥300也那么别个，你话的啥的呢？一注意他的晒脱掉了，我嘛不懂，嘛怕妈妈不在外面，一年晒给你下了，奶奶没吃下了，我比米那吃一瓜去乌山米也嘛起嘛啊去家了，我来外面之前的爸爸乌山的。啥要提过的，爸爸为啥呢？家里可住嘛，我给一过去，为啥米也嘛是呢？他给一这边一年3个月下了，怪你几下嘛？但后头话别办嘛，他们呢？之前为啥呢？家里夸嘛，他们在那把提也那个了，他嘞为啥呢？有家里夸嘛，我300也是呢，拉出你家里夸嘛，我面有别办他呢？为啥米也送俺们300也过了？我嘛不懂，你为啥米也送不？一让你咋不？嘛怕妈妈不带俺们，你3个月下了，为啥米别去过有人晒出那个了？我来俺们哟，你为啥呢？你他嘞提药子，一直药嘛过晒他把叶子，嘛那咋都接我快嘛过俺们晒他把叶子呗？为啥米也送不带？你3个月下了，米别去打嘛？为啥米也嘛急嘛啊去接了？我来俺们。为啥你要你，他嘞一句药嘛瓜，你话的啥的嘞？一句嘛就给一瓜去，没别去他嘞个那嘛瓜呢？他嘞话拖嘛瓜呢哟，嘛对也那么别个，嘛怕妈妈不让么那么别个，一年3个月下了，哪怕你瓜别一年3个月下嘛呢，可就说40不得一年3个月下了，40不呢特别说呢花多点数交了，未来也点数交了，他嘞都多点数交了。提要一点嘛没别去嘛，学来课40不困难过俺们，过来呢40不在俺们，你话的啥的呢？没别去他妈不多，一句嘛就，为啥你之前你家里课就嘛就，他的给一过去，没别去，瓜别挖土了嘛着了，我嘛不多，他妈在俺们，让我别一年3个月下了，或者说40不困难过俺们，没别去。嘛也嘛大也那个了，过来俺们为啥你之前你家里可就嘛就给一过去，他嘞是没别去过面有别白他呢，侬也嘛呢啊啥，韩国俺们这样哦，跨过的晒出绝光俺们热嘛臭皮了我嘛不懂，你那嘛为啥没也说不？你那嘛40不得一年3个月下了。韩国为啥你之前你家里看嘛过俺们晒他把叶子，他那些300也嘛过呗，啊去菜呀嘛，为啥没也说不俺们家了？40不困难过俺们家了，我嘛不懂，一年3个月下了，为啥你家里看嘛过？一句你话的啥的嘞苦有带呀嘛，明明嘛不懂，要韩国300也嘛他给叶子呗，为啥你过呗一年3个月了咯？为啥别去他们家弄别个家嘛？晒瓦皮拉子，弄那个300一点我，晒着了点我，别把嘛他们的阿里比晒瓦路别白他呀。之前的为啥你家来话嘛一句他嘛啊肯定有别白他呀。奶奶都啦我哭句嘛叫奶奶都啦，为啥在学个多么句嘛叫妈咪1句嘛叫出来，2年3年听呐，还把一嘛一块个有别白他呀。弄别个韩国啊去菜也都着了，我嘛不懂。侬阿里乖乖吃呀俺们，侬阿里没乖吃呀俺们，侬我可以你拍提瓜点往俺们，没点往俺们，数没数了个，为啥嘛还来数过了个？脚把也点俺们，阿里边也点俺们，要讲嘛呢？当你里边听你个啥话？为啥的时间？为啥你努力你要？他嘞之前的为啥呢？家里可话这边为啥你瓜边一年3个月下了？他嘞家里可说呢？阿里是去了都下去都光俺们，很多巴拉了，但你不得，我的那边没看的，因为人很多巴拉了，我们那边，人老样嘛还你讲，为啥呢？一句又说家里可说的，为啥你也说不俺们很多巴拉我80不40不俺们，为啥你家里可说一句又说的很多巴拉我们不懂，侬很多巴拉那么别个，人老样嘛还你讲，这个是没人嘛皮了那么别个，为啥你一句又话这边你讲别人3个胡啦咯？